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网络最近流传一张的相片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做兵的时阵，甲前总统蒋经国做伙来翕相。到底这相片是真是假？若是假，佫是安怎做出来的？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网络流传这张相片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做兵的时阵，甲前总统蒋经国合照，两个人面带笑容，但相片看起来都是淡薄怪怪。这张照片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其实透过简单的方式就能分辨。我们也请来专家告诉你。 我会觉得这张照片是 A 跟 B 两张照片去把它合成在一起的，它的光影是不一样的，那我们就可以辨别出这是两张照片。那再就是从 A 图跟 B 图的合成，那如果那个交界处没有处理得很好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它是不一样的两张。那从地平面上来看的话，如果它没有站在同一个地平面上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两个画面。咱伫韩国瑜的册内面有找到这张相片，边啊确实无人。 不过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？我们也实际测试给你看，透过 Photoshop 也能做出一样的效果。来，3、2、1。无到15分钟，就当伊到过去甲韩市长做翕相，方法真简单，以韩国瑜甲前总统蒋经国的相片来做例，用手动的软体甲蒋经国选起来，再个移动到韩国瑜的相片顶面，调整色水，甲相片增加10成甲光度，就会当做出甲网络上一模一样的相片。 想要甲无共的人甲建物融合做伙，一点仔拢无困难。原本单调的天空，透过手动软体就烟火，也会当伫空间中制造人漂浮的感觉。只不过家己设计收藏真趣味，不过若是恶意篡改、散布合成的相片，可能已经违法。像我们常常遇到说，有一些政治人物，他把他跟其他国家的元首放在一起，例如说跟中国大陆或跟美国的元首放在一起，让人家怀疑说，这个政治人物是不是跟其他国家的 这个元首本身是有一些互动的，那这时候给人家就是有一个有点说挂了一个颜色的帽子。那这种状况下，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互动过，那就涉及到加重诽谤的问题了，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尤其选举期间针对候选人变做相片，真有可能就触犯选罢法。如果是选罢法，是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也会侵害到这些人的肖像权。 提醒你，千万唔通去做这违法的代志，收到类似相片，嘛唔通转传，唔通假做散布假消息的方向。